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F2 签证。娃娃 TV。什么是 F2 签证呢？ F2 签证呢，就是所谓的眷属签证，也可以说是陪读签证啦。那关于这个陪读签证呢，我发现有很多人对它有一点误解。前阵子呢，就有不少父母都跑来问我，如果孩子申请 F1 学生签证的话呢，他们可不可以申请 F2 签证来陪读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，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F2 签证。要申请 F2 签证呢，你必须要先有一个有 F1 学生签证的持有者，并且那个 F1 签证的持有者呢，必须要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父母。F1 跟 F2 签证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 F2 呢必须要依附在 F1 签证上，并且在美国居留的时间呢，必须要跟着 F1 申请人。也就是说 F1 待几年 ，F2 就可以跟着待几年。而且在第一次入境的时候 ，F2 不可以比 F1 早入境美国哦。有些父母或者是配偶可能会想说自己可以先到美国来帮 F1 打点一切，等他们过来就可以直接进入状况了，这个是不允许的。F1 跟 F2 呢，第一次必须要同进，之后呢就不需要一定要同进同出了。不过 F2 如果要自己出国的话呢，记得要叫 F1 去学校帮你申请你要再次入境美国的 I-20 哦。好，另外呢，拿 F2 签证在美国也是不能工作的哦。F1 在美国要工作呢，就已经有很多限制了，更何况是附属品的 F2， 所以 F2 到美国来就专心扮演陪伴以及诉讼的角色吧，不然在美国休息度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再来 F2 呢，在美国是可以上学的，虽然是可以上学，但满21岁的 F2 呢是不能当全职学生的，也不能拿学位以及学分的哦。如果想要拿学位跟学分的话呢，那就只能从 F2 转换成 F1 了。F2 呢只可以当 part-time 的学生，也就是每个礼拜呢最多只可以上17个小时的课而已。那如果是未满21岁的 F2 呢，就可以全职的念到12年级，也就是小中高都可以念。但一旦超过21岁，就不能再依附在父母的 F1 了，必须要自己转换成其他签证才可以继续留在美国。好，那回来解答父母可不可以依附在 F1 子女的身上来申请 F2 签证来陪读呢？这个答案呢是不行的，因为父母呢不算在眷属里面，眷属呢是只有配偶跟未满21岁的子女而已。所以如果小孩申请 F1 签证，家长呢是不能申请 F2 签证过来陪读的哦。那家长如果不放心一定要过来陪读的话呢，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申请 B1、B2 的旅游签证。不过旅游签证呢最多只可以在美国停留6个月，而且如果是频繁入境，每次都待6个月的话呢，不仅以后申请签证会被刁难，连入境的时候美国海关也可以合理怀疑你到美国的意图，最终呢可以当场取消你的旅游签证，并且拒绝你入境。所以家长如果一定要陪读的话呢，可以自己申请一个 F1 签证，看是要读个语言学校啊、社区大学或者是研究所的，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，也可以陪小孩读书。那如果家长不想要读书的话呢，那么就只能申请移民啦。移民的影片呢，我有做过蛮多支的了，对移民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参考我其他支影片，看看我是怎么移民的。那如果有像我一样想要移民到北加州的朋友呢，我可以介绍当初帮我们家做移民的移民律师给你认识哦。有兴趣的话呢，就私讯我吧。我是 Lisa，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去帮我 follow 按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